哈嘍，呢隻崩得好嚴重嘅白金狗牙圈，今日分享經典日字型 41mm 翻新補金，型號126334。錶殼周圍都有不同程度嘅花崩，但係最嚴重都係狗牙圈上嘅大崩位，應該係承受撞擊最直接嘅位置。呢隻錶係一手從未打磨翻新過，一陣睇下補金修復後嘅效果啦。白金狗牙圈翻新後基本睇唔出修補痕跡，隨住手部轉動到各個方位，狗牙都跟住閃動，每一齒大小均一。從平面觀察同翻新前錶圈厚度基本一致，冇明顯變薄。錶殼補鋼處理後再打磨可以有效防止大細邊嘅情況，兩邊腳位大小對稱。呢種做法亦可以為下次再打磨留有足夠空間。整體感覺冇太大修復痕跡。錶底紗紋按照原裝打磨做法，四腳順時針轉紗，底蓋直紗喺燈光折射下有輕微七彩反應。